列位叔伯兄弟，今日又係落雨天，榕樹頭嘅石階濕到可以照出人影。你哋聽，白鵝潭嗰邊嘅水聲係唔係比平日響咗啲？舊陣時呢一帶嘅老人家成日講，7月落雨唔係天漏水，係潭底有嘢翻身。邊個信邊個唔信都好，但今日要講嘅呢段古就係從一個7月落雨天開始嘅。話說民國10幾年，白鵝潭邊上嘅黃家村有間祠堂，祠堂門口有對石鼓，比喻水淋到黑，上面生嘅青苔厚過銅錢。祠堂入面有個寡婦，人人叫佢黃門李氏，佢喺嗰度守靈，守到第8年。8年乜嘢概念？細路仔都識得行路，識得叫阿媽落，但李氏邊個都冇叫，佢只係日頭洗衫煮飯，夜晚就返祠堂上香。佢丈夫黃世榮，民國17年出咗門就再冇返過嚟，聽講係沉船，連條屍都揾唔到。祠堂嘅長老話魂仲喺度，未肯走，所以靈堂要繼續守。祠堂入面有盞長明燈，8年來風吹雨打，從未熄過。嗰啲花生油燒咗成千斤，燈火一跳一跳，照住牆上黃世榮嘅畫像。畫像入面嘅後生仔着長衫，揸接線，笑容幾好睇，但燈火一暗，佢嘴角條線就似彎過頭，有啲似笑，又有啲似忍住啲乜嘢。琴晚又係戌時，李氏照舊跪喺蒲葦席上，點着3炷香，香煙繞繞。忽然之間，祠堂天井捲入一陣風，嗰陣風好怪，唔係打轉，係直直灌入嚟，涼過井水。長明燈嘅火舌壓到得翻一線，綠綠地似輪火。就喺嗰陣，佢聽到有聲木屐踩喺祠堂嘅青磚地上面，一步等一陣，又一步，嗒嗒嗒。祠堂平時得佢一個人，長老行路用布鞋，冇聲嘅。呢陣木屐聲濕漉漉，每一步都好實，似對木屐入咗水，拖住幾斤重嘅泥沙。李氏背脊一寒，但佢記得長老交代過，守靈期間聞聲莫回頭，一轉頭陽火即滅。佢忍住咬實牙關，由得嗰腳步聲行到佢身後3步，唔多唔少，停喺佢脊背後面，然後一股氣味湧過嚟，嗰陣味濕黐腥得滯，似河涌底嗰啲千年唔化嘅淤泥，又似成捆濕衫焗咗成個月，再撈返出嚟。李氏聞到嗰陣味，差啲作嘔。佢攢緊左手入面嘅香，指甲篤入掌心，跟住有一隻手搭咗上佢左邊膊頭，隻手好重好凍，指節粗大，隔住衫，嗰陣寒意好似針咁入骨。李氏認得嗰隻手嘅大小。黃世榮生前成日搬貨，手係咁大嘅，但佢生前嘅手係暖嘅，呢隻手濕到滴水，似啱啱從水底伸返上嚟。阿蘭，一把聲喺佢耳邊響起。李氏全身一顫，阿蘭呢個名呢8年嚟冇人再叫過。你返嚟啦！佢把聲抖到就嚟散。我返嚟攞返屬於我嘅嘢。嗰把聲好沙，似喉嚨入面含住一把泥沙，每一粒字都磨過砂紙咁刮耳。李氏心口一抽，等咗8年，等到嘅就係呢句。佢幾乎想擰轉頭，但長老嘅說話又響喺耳邊，佢忍住問：你手中揸住嘅係乜嘢？銀兩。嗰把聲答，貼住佢耳背講，啖氣凍過祠堂嘅牆腳石。李氏記得黃世榮沉船嗰日，身上帶住300個銀元，成條村嘅貨款，銀元上面仲注住民國8年嘅字，好似佢對上一次見到佢個樣。銀兩沉咗落白鵝潭，8年冇人撈到。佢再問你攞住銀兩做乜？身後沉默咗一下，然後嗰把聲答：還債。啪一聲，有重物放咗喺公桌上。李氏忍唔住用眼角嘅餘光一掃，公桌上多咗一隻麻布袋，布袋濕透，水迹沿住袋角滴落酸枝木台面，嗒嗒嗒一聲一聲，清楚到似有人敲門，但嗰啲水滴係暗紅色嘅。李氏心入面咔嚓一聲，好似有條線斷咗。佢再也顧唔得長老嘅話，猛一擰轉頭，燈火搖晃，身後空蕩蕩，一個影都冇。祠堂大門仍然緊閉，門環上嘅銅綠在暗處泛住幽光。天井嘅雨絲斜斜飄入，打濕咗半幅青磚地，但公桌上真係多咗隻麻布袋，布袋下面一灘暗紅色嘅水慢慢洇開，似喺台面開咗一朵唔吉利嘅花。水滴一路從門口延伸到公桌前，好似有人全身濕透行入嚟，企喺李氏身後，講完說話，然後消失。李氏跪喺原地，全身嘅血好似凍到結冰。佢望住嗰袋銀兩，望住嗰啲紅色嘅水，記起長老講過嘅另一句話：
如果有一日佢返嚟，唔好問佢點解死，要問佢點解返。佢而家問咗，但答案佢寧願自己從來冇聽過。池塘外面白鵝潭嘅水面冇風，但泛起一浪，浪頭拍喺石膊岸，嘭嘭嘭，好似有嘢喺潭底敲門。村入面嘅狗同時叫起嚟。第二日天光，雨細咗，變成一陣一陣嘅雨粉，似霧又似塵。李氏跪喺池塘嘅蒲葦席上面，跪到天光，佢冇合過眼。嗰袋銀兩就擺喺公桌上面。麻布袋嘅水已經半乾，但台面嗰灘暗紅色嘅積滲咗入酸枝木嘅紋理入面，似一條一條嘅血管，蜿蜒開去。李氏唔敢再去掂佢，亦唔敢將佢收埋，佢就咁望住嗰袋銀兩，望到天色由黑轉灰，由灰轉白。池塘嘅門吱呀一聲推開，黃伯公企喺門檻外面。佢今日着咗件洗到發白嘅黑綢衫，手揸一支竹竿拐杖，面色比琴晚更加難睇。佢冇行入嚟，就企喺門口，望住公桌上嘅麻布袋，望咗好耐。你琴晚真係見到佢？黃伯公問。李氏點咗下頭，喉嚨乾到講唔出話。黃伯公行入池塘，每一步都好慢。佢行到公桌前，企定，伸出隻手，但喺掂到麻布袋之前又縮返。佢擰轉頭，望住李氏。你琴晚聞到佢身上有乜嘢味？李氏回想嗰陣濕黐黐嘅聲氣，啞聲答：河涌底嘅淤泥味，好重。黃伯公嘅眉頭皺起，佢咗一聲，似係諗緊乜嘢。然後佢叫李氏起身，話要去睇樣嘢。池塘最入面嗰間偏房，琴晚黃伯公開過一次，今日佢又開。鑰匙插入鎖孔嘅時候，手喺度震。房入面嘅霉味比琴晚更濃，似有嘢喺暗處發酵。黃伯公行到琴晚嗰個木架前面，挪開族譜，露出牆上嘅暗格。暗格入面空咗。琴晚佢喺入面攞走咗鐵盒，但而家暗格底層仲有一樣嘢，一沓黃色嘅紙，壓喺暗格最底。之前俾鐵盒遮住，佢琴晚睇唔到。黃伯公小心翼翼抽出嗰沓紙，紙好舊，邊緣都發脆，一碰就碎。佢將紙攤開喺木架上面，李氏行近睇，紙上面係毛筆字，字跡歪斜，似係好急嘅時候寫落嘅。開頭第一行寫住世榮賢弟如晤，係一封冇寄出嘅信。黃伯公嘅手開始抖，佢逐字逐句睇落去，面色越睇越白。李氏企喺側邊，忍唔住問邊個寫嘅。黃伯公冇答，佢睇完最後一行，將信紙輕輕放低，成個人好似翳咗氣咁，坐喺舊木椅上面，望住天花，好耐冇出聲。外面嘅雨粉飄入偏房嘅細窗，打濕咗半張木架。黃伯公終於開口，把聲沙過琴晚。呢封信係世榮寫俾一個朋友嘅，但封信冇寄出去，因為寫信嘅人。佢頓咗一頓，寫完封信，第二日就沉咗潭。李氏接過信紙，逐字睇。信入面嘅內容好短，大意係話佢喺省城周轉不靈，欠落一筆數，但嗰筆數其實唔係佢自己使嘅，係幫一個同鄉做擔保借嘅。嗰個同鄉走咗佬，債主追到佢頭上，佢挪用祠堂公款150銀元，諗住頂住先，等揾到嗰個同鄉再填返條數。但嗰個同鄉一直揾唔到，債主逼得越嚟越緊，佢已經冇辦法。信中話弟若有不測，望兄代為申冤。信入面冇寫嗰個同鄉嘅名。最尾一行字跡亂到幾乎睇唔清，其人姓陳，南海人士，在省城西關開一間雜貨鋪，鋪名。後面嘅字被一灘水跡印開，化成一片模糊嘅墨跡。李氏抬起頭，望住黃伯公，姓陳，南海，西關雜貨鋪。黃伯公點頭，但又搖頭。我琴晚就覺得奇怪，世榮沉船嗰年，祠堂公賬確實少咗150銀元，我一直以為係佢賭錢輸咗。但呢封信講嘅係擔保，如果佢真係幫人擔保，咁嗰筆錢就唔係佢使嘅。佢又望住嗰沓信紙，但封信點解會喺祠堂暗格？世榮死之前冇返過祠堂。李氏嘅腦入面閃過一個念頭，冷過祠堂嘅青磚地，如果封信唔係佢自己擺入去嘅呢？黃伯公望住佢，兩個人喺昏暗嘅偏房入面對望，外面嘅雨粉無聲無息，將成個世界嘅聲都吸走晒。突然之間，祠堂外面傳來一陣嘈雜聲，有人拍門，拍得好急。黃伯公收好封信，行出偏房，李氏跟喺後面。祠堂大門一開，企喺門口嘅係村入面嘅打魚佬阿強，佢全身濕透，面色青白，手指住白鵝潭方向，氣都喘唔勻。伯公，潭邊有嘢。
黃伯公同李氏跟住阿強行到白鵝潭邊，雨粉之中，潭水黑到似墨，岸邊圍咗幾個村民，指指點點，但冇人敢行近。喺石壆岸上面，濕漉漉嘅石階中間，放住一樣嘢，一隻木屐，得一隻，木屐係黑漆嘅，側面剝落大半，露出下面灰白色嘅木頭。木屐入面塞滿咗泥沙同水草，似喺潭底浸咗好多年。但最嚇人嘅係，木屐嘅鞋面上面有幾道爪痕，深深嘅指甲印，似有嘢捉住指木屐，死都唔肯放手。李氏望住嗰隻木屐，全身嘅血好似喺一瞬間流晒。佢認得呢種木屐，黃世榮生前最中意着黑漆木屐。佢話木屐爽腳，行路有聲，做人要企得正行得響。但呢隻木屐上面嘅爪痕係邊個嘅？係黃世榮自己沉落潭底嗰陣掙扎留低嘅，定係將佢掟落去嗰個人嘅？黃伯公企喺岸邊，望住嗰隻木屐，望住白鵝潭黑沉沉嘅水面，喃喃講咗一句：佢琴晚返嚟還債，今日就浮返隻屐上嚟。佢唔係要嚇你，佢係要你幫佢揾返嗰個人。李氏企喺雨粉入面，頭髮濕咗，衫濕咗，但佢唔覺得凍。佢望住嗰隻木屐，望住潭水，腦入面反覆出現琴晚嗰把聲：你嘅債仲未還。佢終於明白，黃世榮講嘅債唔係銀兩，係一個名，一個寫喺信上面被水漬印開嘅名，一個佢等咗8年，要佢繼續等落去嘅真相。佢彎低身執起嗰隻木屐，木屐好重，入面嘅泥沙同水草發出陣陣腥臭。佢將木屐反轉，睇到鞋底刻住2個字，係黃世榮自己刻嘅，字跡歪斜，似飲醉酒之後嘅手筆。榮記。李氏將木屐抱喺懷入面，企直身望向白鵝潭，雨粉飄落潭面，無聲無息，但潭水嘅黑色似乎比琴晚淺咗些少，唔知係天光嘅緣故，定係有嘢喺潭底漸漸浮上嚟。佢轉過身，對黃伯公講咗一句：伯公，我想去一次省城。黃伯公望住佢，望住佢懷入面嗰隻木屐，沉默咗好耐，最後佢點咗下頭：聽日有船，我寫封信俾你帶住。省城西關有間老字號，掌櫃姓盧，係我舊相識，你去到揾佢，佢會幫手。佢頓一頓，又補多一句：但你要記住，去到省城，唔好同任何人講你係黃家村嚟嘅，尤其係西關嗰邊。李氏點咗頭，雨粉繼續飄，白鵝潭嘅水面泛起一層一層細細嘅漣漪，似有嘢喺水下輕輕嘆氣。佢抱住嗰隻木屐，行返祠堂，經過門口嗰對石鼓嘅時候，佢停低腳步。望咗一眼石鼓上面嘅青苔，琴晚仲係厚厚一層，而家竟然褪咗大半，露出下面嘅花崗岩紋理。紋理入面隱約有啲暗紅色嘅痕跡，似陳年嘅血跡，被雨水沖刷之後，慢慢顯出嚟。祠堂入面，長明燈嘅火舌跳咗一下，又恢復平靜。公桌上嗰袋銀兩仍然擺喺原位，麻布袋半乾，暗紅色嘅跡已經滲透入布袋嘅纖維，點都洗唔甩。李氏將木屐放喺公桌側邊，企喺靈堂前面，望住牆上黃世榮嘅畫像。畫像入面嘅後生仔仍然嘴角大笑，但燈火映照之下，佢嘅眼神似乎比琴晚沉咗些少，似有嘢想講，但又講唔出。李氏對住畫像，輕聲講：我幫你去，你等咗8年，我都等咗8年，你今晚唔好再返嚟啦。祠堂外面，白鵝潭嘅水聲忽然靜咗，成個黃家村嘅狗亦都安靜落嚟，好似有嘢喺暗中聽緊。李氏轉過身，開始執拾行李。第二日天未光，李氏就起身。祠堂入面嘅長明燈琴晚冇再熄過，但燈火縮到得翻斗大，似吊住最後一口氣。佢將嗰袋銀兩用塊藍布包好，放入藤及底層。嗰隻木屐佢冇帶，留咗喺公桌側邊。佢對住畫像鞠咗個躬，冇講嘢，轉身行出祠堂。黃伯公企喺祠堂門口，遞俾佢一封信。信封係黃色嘅，上面冇寫地址，淨係寫咗一個字：盧。李氏接過信，放入衫袋。黃伯公又遞過一隻細細嘅布袋，入面係碎銀同銅錢，夠佢喺省城使幾日。記住，西關雜貨鋪，姓陳，南海人，但千祈唔好周圍打聽。黃伯公嘅聲好低，你一個女人孤身出遠門，要小心。李氏點咗下頭，佢着咗件洗到褪色嘅藍布衫，髻上插咗支銀簪，係黃世榮當年娶佢嗰陣買嘅，8年嚟佢冇戴過，今日戴返。白鵝潭嘅橫水道，張七叔已經喺船頭等緊，今日有霧。白鵝潭嘅水面白茫茫一片，對岸嘅榕樹頭睇唔清。李氏上咗船，
張七叔冇出聲，撐起竹篙，船緩緩離岸。船行到潭中心嘅時候，李氏望住水面，霧氣之下，潭水睇落好淺，似一伸手就撈到落底。但佢知道呢個潭深過10層樓，佢記起嗰封信入面嘅內容。黃世榮話帝若有不測，望兄代為申冤。封信係寫俾邊個嘅？佢問過黃伯公，黃伯公話信上面冇抬頭，得世榮言帝如5、6個字，語氣似平輩朋友，唔似寫俾長輩。但呢封信點解會喺祠堂暗格？黃世榮死之前冇返過祠堂，除非有人將封信帶返嚟，收埋喺祠堂。個人會唔會就係嗰個姓陳嘅同鄉？船靠岸之後，李氏行咗半日路，先到咗墟市。墟市上人來人往，賣魚嘅、賣菜嘅、賣布嘅，叫賣聲嘈到拆天。李氏喺一間麵檔坐低，叫咗碗雲吞麵。佢一邊食，一邊聽隔離台嘅人講閒話。隔離台坐住2個賣布嘅婦人，講緊西關有間雜貨鋪結咗業，話個老闆走咗佬，欠落成街數。李氏筷子一停，佢擰轉頭問嗰2個婦人：請問間雜貨鋪叫乜嘢名？其中一個婦人望咗佢一眼，見佢係外鄉人打扮，冇在意，隨口答：好似叫陳記定順記，唔記得了。總之執咗笠幾年啦。個老闆姓陳，南海人，聽講走佬之前一夜之間唔見咗人影，連伙計都唔知佢去咗邊。另一個婦人插嘴：我聽講佢唔係走佬，係俾人追債追到跳咗珠江添。亂講，邊有人跳珠江？珠江幾深啊？跳落去屍都浮唔返。咁你又點知佢冇跳？2個婦人你一言我一語。李氏嘅心越沉越低，佢埋咗單，繼續行路，去到省城嗰陣，已經係下晝。西關嘅街巷逼窄，兩旁嘅騎樓密密麻麻，遮住大半個天，空氣入面係油炸嘅氣味同濕漉漉嘅水氣，混雜住人聲車聲，嘈到耳鳴。李氏揾到黃伯公講嘅嗰間老字號，一家賣香燭嘅鋪頭，門口掛住塊黑漆招牌，上面寫住盧記。鋪入面昏暗，一股檀香混住陳皮嘅氣味。一個老人家坐喺櫃台後面，戴住老花鏡，睇緊賬簿。李氏行入去，將黃伯公封信擺上櫃台。老人家抬起頭，望住封信，又望住李氏，冇出聲。佢打開信，睇咗一陣，然後放低信，將老花鏡除落嚟。黃伯公嘅人，佢問，把聲好沉，似風箱入面漏出嘅氣。李氏點頭。老人家姓盧，佢叫李氏入內堂坐。內堂比鋪面更加暗，四面牆都係木架，擺滿香燭同紙紮。盧掌櫃斟咗杯茶俾李氏，然後問，你嚟揾陳記？李氏又點頭。盧掌櫃嘆咗口氣，坐低望住杯茶嘅熱氣。陳記嘅老闆叫陳亞福，南海九江人，民國15、16年喺西關開咗間雜貨鋪。佢同黃世榮係同鄉，2個人識得好多年。民國17年，陳亞福問黃世榮借錢周轉，黃世榮幫佢擔保，借咗150銀元，但陳亞福冇還錢，走咗佬。李氏問，佢走咗去邊？盧掌櫃搖頭，冇人知，但有一件事好古怪。佢壓低聲，陳亞福走佬之前嗰晚，有人見佢喺白鵝潭邊出現，嗰時黃世榮已經沉咗潭，陳亞福一個人在潭邊企咗成晚，第2日就唔見咗人。有人話佢係去拜黃世榮，有人話佢係去睇風水，仲有人話佢停咗一停，話乜嘢？李氏追問。盧掌櫃望住李氏，眼神複雜。有人話嗰晚白鵝潭有水鬼叫嘅係陳亞福個名。李氏背脊一陣涼，佢記起琴晚黃世榮嘅鬼魂講嘅話，我返嚟攞返屬於我嘅嘢。屬於佢嘅嘢，除咗嗰300個銀元，仲有乜嘢？係條命，一條被人攞走咗嘅命。盧掌櫃，李氏嘅聲好輕，你覺得陳亞福係咪害死黃世榮嘅人？盧掌櫃沉默好耐，佢企起身，行到內堂最入面嘅一個木架前面，喺一堆香燭後面摸出一本書，本書好舊，封面嘅字已經模糊。佢翻開其中一頁，遞俾李氏，李氏接過來睇，係一本手寫嘅賬簿，記錄嘅日期係民國17年秋。賬簿上面有一行字：9月17，陳記還款，銀150元。李氏抬起頭，呢本係乜嘢賬簿？黃世榮留低嘅。盧掌櫃嘅聲好低，佢沉船之前1個月，將呢本賬簿寄存在我呢度。佢話如果佢有乜嘢事，叫我將賬簿交俾黃伯公，但佢沉船之後，黃伯公一直冇嚟攞，我就一直收埋。李氏翻到賬簿最尾，見到最後一頁寫住一行字，字跡同頭先嗰封信一模一樣，陳亞福已還款，
但我仍欠一命，仍欠一命。呢4個字似一盆凍水照頭淋落嚟。黃世榮寫呢行字嘅時候，已經知道自己會死。佢知道陳亞福還咗錢，但仲有啲嘢未清。乜嘢嘢？條命。李氏抬起頭，望住盧掌櫃。陳亞福還嗰150銀元，係邊度嚟嘅？盧掌櫃搖頭，呢個我就唔知。李氏將賬簿合埋，放入藤匣。佢向盧掌櫃道謝，行出香燭鋪。西關嘅街巷已經開始入黑，騎樓下面嘅燈籠逐個點着，黃黃嘅光照住濕漉漉嘅石板路。佢企喺街角，望住來來往往嘅人群，心入面反覆諗住嗰4個字，仍欠一命。陳亞福還咗錢，但黃世榮仍然死咗。如果錢已經還清，咁害死黃世榮嘅就唔係因為錢，係因為其他嘢，因為一個寫喺信上面俾水積恩開嘅名，因為一個喺白鵝潭邊企咗成晚，第2日就消失嘅人。李氏行入一條橫巷，想揾間客棧過夜。橫巷入面好靜，兩旁嘅民居都閂晒門。佢行到巷尾，忽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，嗒嗒嗒，木屐聲。佢全身一僵，轉過頭，巷口空無一人，但巷口嘅牆角放住一隻濕漉漉嘅木屐，黑漆嘅，漆面剝落，鞋面有幾道爪痕，同祠堂嗰隻一模一樣。李氏行過去，執起隻木屐，木屐入面塞住一張紙條，濕透嘅，字跡被水泡到模糊，但隱約睇到幾個字：九江陳家祠。佢將紙條揸實，望向巷口外面嘅夜色，省城嘅燈火明明滅滅，遠處珠江嘅水聲隱約可聞。佢心入面清楚，呢隻木屐唔係自己浮上岸嘅，係有人或者有嘢專登放喺度，等佢見到。佢將木屐放入藤匣，行出橫巷，融入省城嘅夜色入面。身後嘅巷子空無一人，只有牆角留下一灘濕漉漉嘅水跡，慢慢滲入石板縫隙，似有嘢喺暗處一直望住佢。李氏揾咗間街尾嘅小客棧過夜，客棧叫平安棧，門口掛住盞紅燈籠，光線暗到似隨時會熄。掌櫃係個瘦削嘅中年人，見李氏一個女人頭棧，多望咗2眼，但冇問多，開咗間2樓嘅房俾佢。房入面得一張木板床，一張台，一盞油燈。李氏閂好門，將藤匣放喺床腳，喺台面點着油燈，燈火一跳一跳，照住牆上剝落嘅灰水。佢從藤匣入面攞出嗰本賬簿，翻到最後一頁，重新睇嗰4個字，仍欠一命。油燈嘅火舌搖晃，將字跡照得忽明忽暗。李氏用手指輕輕摸過嗰行字，紙面凹凸不平。黃世榮寫呢行字嘅時候，筆尖一定壓得好大力。佢想象黃世榮坐喺邊度寫呢行字嘅情景，喺邊間房，邊張台。嗰陣嘅佢，知唔知自己就快會死？佢合上賬簿，又攞出嗰張紙條，紙條上面嘅字俾水泡到化開，但九江2個字仲認得出，陳家祠3個字就模糊好多，似係用指甲刻落去嘅，而唔係筆寫。李氏將紙條對住燈火，隱約見到紙條邊緣有啲暗紅色嘅跡，似乾咗嘅血。佢將紙條收好，吹熄油燈，躺喺床上。木板床又硬又凍，被褥有陣霉味，似好耐冇曬過。佢合埋眼，但腦入面一直轉。陳亞福係九江人，九江有陳家祠，陳家祠入面有乜嘢？一個走咗佬嘅人，會唔會翻去自己嘅祠堂？半夢半醒之間，佢聽到有聲，好輕，似有人喺走廊行過，腳步聲喺佢房門口停低，然後門縫下面透入一陣涼風，涼到似有人喺外面打開咗一扇窗。李氏睜開眼，暗黑之中，佢見到門縫下面有影，一雙腳嘅影，企喺門口，冇喐。佢全身繃緊，但冇出聲。嗰雙影企咗好耐，然後慢慢移開，腳步聲沿住走廊行遠，落咗樓梯。李氏等到腳步聲完全消失，先坐起身。佢着好鞋，輕輕打開房門，走廊空無一人。樓下大堂嘅燈已經熄咗，得門口盞紅燈籠透入一絲暗光。佢行落樓梯，經過櫃台嗰陣，見到掌櫃伏喺台面瞓着咗。佢冇叫醒掌櫃，拉開客棧嘅木門，行出街。省城嘅深夜同日頭完全兩個樣。騎樓下面嘅燈籠已經熄咗大半，剩低幾盞喺風入面搖晃，將人影拉長又縮短。石板路濕漉漉，反住微弱嘅天光。李氏沿住街道行，唔知自己去邊，但雙腳似有自己嘅意識，一路行向珠江方向。行到江邊嗰陣，佢停低腳步。珠江嘅水面比白鵝潭闊得多，黑沉沉一片。對岸嘅燈火細到似螢火，江邊泊住幾艘小船，船入面嘅燈都熄晒，靜到聽唔到人聲。李氏企喺石欄杆前面，
望住缸面，忽然聞到一陣氣味，濕黐黐嘅，似河湧底嘅淤泥，又似浸咗水太耐嘅衫。佢心頭一緊，擰轉頭，身後3步之外，企住一個人影，影好模糊，似隔住一層水幕望過去。但李氏認得嗰個身形，高瘦，肩膀微微前傾，同黃世榮畫像上面嘅身形一模一樣。影嘅腳下，一滴一滴暗紅色嘅水珠跌落石板地，嗒嗒嗒。李氏嘅聲喺震，你帶我嚟呢度做乜？人影冇出聲，佢慢慢抬起手，指向江面某個方向。李氏順住佢手指嘅方向望過去，江面黑沉沉，乜都睇唔到，但佢隱約覺得嗰個方向嘅水面比其他地方更黑，似一個深不見底嘅洞。人影嘅手垂低，然後開始慢慢後退，一步兩步，退入騎樓嘅陰影入面，消失咗。地上留低一串濕漉漉嘅腳印，暗紅色嘅，一滴一滴延伸向騎樓深處。李氏望住嗰串腳印，跟住行過去，腳印穿過幾條橫巷，最後消失喺一間破舊嘅屋仔前面。屋仔嘅門虛掩，門上面嘅門牌號碼已經剝落到睇唔清，但隱約見到一個陳字。李氏企喺門口，猶豫咗一陣，佢伸手推開門，門吱呀一聲開咗，入面係一間空置嘅雜貨鋪，貨架東倒西歪，地下散落晒碎紙同破布，一股霉味撲鼻而來。佢行入去，喺昏暗之中摸索，摸到櫃台上面有樣嘢，一本簿，封面黐滿塵，但隱約見到陳記2個字。佢用衫袖抹開塵，翻開簿，入面係一筆一筆嘅賬目，日期由民國16年到17年，字跡工整。李氏逐頁睇到民國17年9月嗰幾頁，9月15有一筆入賬，收黃世榮借款150元。9月16又一筆，還黃世榮款150元。但9月16嗰筆後面，有人用紅筆加咗一行小字：銀元有異，銀元有異。李氏嘅心跳加速，佢再翻落去。9月17之後就冇再記錄。簿嘅最後一頁被人撕走咗，剩低一截紙巾，上面有半個字嘅筆畫，似係一個水字嘅偏旁。佢將賬簿收好，正想轉身離開，忽然聽到頭頂有聲，啪一聲輕響，似有嘢喺2樓跌落地下。佢抬起頭，望住天花板嘅破洞，隱約見到2樓有影一閃而過。佢冇出聲，輕輕行到樓梯口，樓梯嘅木板又舊又脆，佢逐級行上去，每一步都壓到最輕。2樓比樓下更加暗，窗戶都用木板釘死咗，得幾條縫透入微光。李氏適應咗一陣光線，先睇清楚2樓嘅情況，同樓下一樣，貨架空晒，地下亂七八糟，但喺角落頭有一張書台，台面擺住幾樣嘢，一個墨硯，一支毛筆，同一封信。李氏行過去，執起封信，信封上面寫住黃世榮親啟，字跡同祠堂暗格嗰封信一模一樣。佢拆開信，入面得一張紙，寫住幾行字：世榮兄，銀元之事，第二查明，300銀元中有150元為假銀，成色不足，侵元過多，此款來自省城西關興記錢莊。第二向錢莊查問，對方矢口否認，興知貨款若因此受損，弟願一力承擔，但此事背後另有其人，興切勿聲張。待弟再查，陳亞福拜上。李氏將信紙揸實，全身嘅血好似凍到結冰。假銀，嗰150元銀元係假嘅。黃世榮帶住300個銀元上船，入面有一半係假銀，而嗰批假銀嘅來源係西關一間錢莊。陳亞福查緊件事，但未查完，黃世榮就沉咗談。佢再諗深一層，如果嗰批銀元係假嘅，咁黃世榮帶住假銀上船，佢自己知唔知？如果唔知，咁佢就係俾人呃咗。如果知，佢帶住假銀上船，係想去做乜？李氏企喺昏暗嘅2樓，耳邊又響起嗰把沙啞嘅聲：我返嚟攞返屬於我嘅嘢，屬於黃世榮嘅嘢。除咗條命，仲有真相，一個關於假銀、錢莊，同埋一個叫陳亞福嘅人嘅真相。佢將信收入懷中，轉身行落樓，出到街口嘅時候，天邊已經泛起一線灰白。省城嘅深夜就快過去，但佢心入面嘅迷霧反而越嚟越濃。佢望住手入面嗰本陳記嘅賬簿，記起琴晚盧掌櫃講嘅話：陳亞福還咗錢，但黃世榮仍然死咗。錢還咗，但命冇還，或者陳亞福還嘅根本唔係真錢，佢還嘅係假銀，而呢批假銀就係黃世榮嘅催命符。李氏行返客棧，經過櫃台嗰陣，掌櫃已經醒咗，正喺度抹台。佢見李氏由外面返嚟，望咗佢一眼，但冇問。
李氏上咗2樓，閂好房門，將賬簿同信一齊擺喺台面。佢坐喺床邊，望住窗外漸亮嘅天色，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：去九江，去陳家祠。天光之後，李氏去咗碼頭。珠江邊嘅碼頭比白鵝潭嘅橫水道熱鬧得多，人來人往，搬貨嘅、叫賣嘅、等船嘅，嘈嘈閉。李氏揾到一艘去九江嘅渡船，船家係個黑實嘅中年漢，佢話船午後先開，叫李氏等陣。李氏喺碼頭邊嘅茶寮坐低，叫咗碗白粥，粥水稀到見底，但熱辣辣，落肚之後成個人暖返些少。佢一邊食粥，一邊望住江面。日頭之下嘅珠江同夜晚完全兩個樣，水光，船帆點點，睇落一片太平。但佢知道呢條江嘅底下沉咗好多唔見得光嘅嘢。午後，渡船開出，船唔大，載咗10幾個人，有挑擔嘅小販，有探親嘅婦人，仲有幾個學生哥。李氏坐喺船尾，抱住藤衹，望住珠江嘅水由渾濁變清，兩岸嘅景色由密集嘅騎樓變成一畦一畦嘅農田。風吹過嚟，帶住河湧嘅水氣同泥土味。船行咗個幾時辰，到咗九江。九江嘅碼頭比省城細得多，但一樣有人氣。李氏落咗船，問路邊一個賣骨嘅阿婆：請問陳家祠喺邊度？阿婆望咗佢一眼，指住一條巷，行到巷尾，轉右，再行一陣就見到。李氏到咗這，沿住阿婆指嘅路行。九江嘅街巷比西關更窄，兩旁嘅民居好多係青磚大屋，門口有趟籠，趟籠入面黑洞洞，似有嘢喺暗處望出嚟。佢行到巷尾轉右，果然見到一座祠堂。祠堂比黃家村嗰間細，但更加古舊。門口嘅石階磨到光滑，檐角嘅灰掃剝落大半，露出下面嘅青磚。祠堂大門緊閉，門上嘅對聯已經褪色到睇唔清字跡。李氏企喺門口，猶豫緊點樣入去，忽然聽到祠堂側邊有聲，似有人喺入面掃地。佢行到側門，門虛掩，佢輕輕推開，入面係一個天井，一個老人家正喺度掃落葉。老人家見有生人入嚟，停低手，望住李氏。佢着住件灰色短衫，頭髮花白，面色蠟黃，眼神警惕。你揾邊個？老人家問。李氏行近，鞠咗個躬。阿伯，我係黃家村嚟嘅，想打聽一個人。老人家聽到黃家村3個字，面色變咗一變。佢放低掃帚，行入祠堂內堂。李氏跟住佢入去。內堂供住陳氏歷代祖先嘅牌位，香爐入面嘅香灰積到滿瀉，似好耐冇人清理。老人家喺一張木椅坐低，望住李氏。你係黃世榮嘅邊個？佢係我丈夫。李氏答。老人家沉默咗一陣，然後嘆咗口氣。我係陳家祠嘅手持人，姓陳，你叫我陳伯就得。阿福係我侄仔。李氏嘅心跳加快，佢從藤衹入面攞出嗰本陳記嘅賬簿同封信，擺喺陳伯面前。陳伯望住賬簿，冇掂，眼神複雜。你知唔知你個侄仔去咗邊？李氏問。陳伯搖頭，但佢嘅眼神閃爍，似有嘢隱瞞。李氏追問，佢有冇反過嚟？陳伯沉默好耐，最後企起身，行到內堂角落嘅一個神龕前面。神龕入面供住一個牌位，牌位上面嘅字被一塊紅布遮住。陳伯掀開紅布，露出下面嘅字：陳門阿福之位。李氏嘅心落噔一聲，陳阿福嘅牌位，佢死咗？佢幾時？李氏嘅聲啞咗。陳伯將紅布重新遮好，坐反低，面色灰白。民國17年9月18，有人喺珠江邊發現佢嘅衫，人就再冇出現過。祠堂長老話應該係浸死咗，就立咗個牌位。9月18，黃世榮沉船係9月17，隔咗一日。李氏嘅腦入面快速轉動。9月15，陳阿福收到黃世榮嘅借款。9月16，陳阿福還款，但銀元有異。9月17，黃世榮沉船。9月18，陳阿福嘅衫喺珠江邊被發現，人失蹤，時間太巧合，巧合到似一條繩，將兩個人綁埋一齊，然後一齊拉落水底。陳伯，李氏嘅聲好輕，你覺得阿福係自己浸死嘅，定係？陳伯冇出聲，佢望住祠堂外面嘅天井，落葉喺風入面打轉，一片一片飄落地。過咗好耐，佢先開口。阿福失蹤之前一晚，反過嚟祠堂，佢同我講，佢做錯咗一件事，好大件事，可能會害死人。我問佢做錯乜嘢，佢唔肯講，佢淨係話，如果有一日有人嚟揾佢，叫我將一樣嘢交俾嗰個人。陳伯企起身，行到神龕後面，喺一個暗格入面摸出一隻木盒，木盒好舊，黑漆漆，上面冇鎖，
佢將木盒遞俾李氏，李氏接過，打開盒蓋，入面係一沓紙，最上面嗰張係一張字條，寫住幾行字。銀元來自興記錢莊，錢莊背後嘅人姓譚，係西關一個大商戶。譚某人用假銀換真銀，周轉生意。我查出之後，譚某人派人嚟揾我。世榮兄嘅死同我有關，我對唔住佢。陳亞福絕筆，字跡潦草，最後幾個字幾乎寫唔成字，似寫信嘅人喺極度驚慌嘅狀態下寫嘅。李氏將字條揸實，指甲篤入掌心。姓譚，西關大商戶。興記錢莊，一條線索終於串起嚟。假銀、錢莊、譚某人、陳亞福、黃世榮。黃世榮帶住300個銀元上船，入面有150個假銀。佢可能唔知，可能知，但無論知定唔知，佢都死咗。陳亞福查出真相之後，亦死咗，或者消失咗。而嗰個姓譚嘅人仲喺度。李氏抬起頭望住陳伯，呢個姓譚嘅人，你知唔知佢全名叫乜？陳伯搖頭，亞福冇講，佢淨係話譚某人在西關好有勢力，唔好得罪佢。李氏將木盒收好，向陳伯道謝。佢行出陳家祠嘅時候，天色已經開始暗。九江嘅街巷入面，家家戶戶開始點燈，昏黃嘅燈光從燙籠嘅縫隙透出，將石板路照出一塊一塊嘅光斑。佢行到碼頭，想搵船返省城，但碼頭嘅船已經收晒。正當佢諗緊點算嘅時候，忽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，嗒嗒嗒，木屐聲。佢擰轉頭，碼頭空無一人，但佢嘅藤及上面多咗一樣嘢，一隻木屐，黑漆嘅，漆面剝落，鞋面有爪痕，同之前嗰兩隻一模一樣。李氏執起木屐，翻轉鞋底，鞋底刻住兩個字，但唔係榮記，呢次刻嘅係另外兩個字，筆畫細緻，似用刀仔慢慢雕出嚟嘅譚記。佢望住嗰兩個字，背脊嘅冷汗滲濕咗衫。黃世榮嘅鬼魂一路跟住佢，從祠堂到省城，從省城到九江，佢每一步都俾佢帶路，一步一步將佢推向嗰個真相。而真相嘅盡頭，刻喺呢隻木屐嘅鞋底。譚記。李氏喺九江碼頭邊嘅一張石凳坐低，將隻木屐擺喺膝頭上面。天黑齊之後，江面嘅風變大，吹到佢計上嘅銀渣微微顫動。佢望住鞋底譚記兩個字，手指輕輕摸過刻痕，刻得好深，似有人用好大力氣一刀一刀作出嚟，每一筆都帶住恨意。佢將木屐放入藤及，喺碼頭邊揾咗間小客棧過夜。呢間客棧比省城嗰間仲要簡陋，房入面得一張竹床同一盞油燈，牆角有蜘蛛結網，但李氏已經唔在意。佢將藤及放喺床頭，合埋眼，但好耐都瞓唔着，腦入面一直重複陳亞福絕筆上面嘅字。銀元來自興記錢莊，錢莊背後嘅人姓譚，姓譚嘅人西關大商戶。黃世榮帶住假銀上船，佢到底知唔知啲銀有問題？如果佢知，點解仲要帶？如果佢唔知，咁俾啲假銀佢嘅人就係刻意要害佢。邊個俾啲銀佢？黃伯公話嗰300個銀元係貨款，但邊個俾嘅貨款？黃世榮喺省城做買賣，同邊個做生意？呢啲問題一路纏住李氏，纏到天光。第二日一早，佢搭頭班船返省城，船程比嚟嗰陣慢，因為逆風，船家要扯住帆咗穿右插。李氏坐喺船頭，江風吹到面都凍，但佢嘅心反而越嚟越定。佢知道自己要揾嘅人就喺西關。到咗省城，佢直接去咗盧記香燭鋪。盧掌櫃見佢返嚟，面色一沉，似估到佢會帶返啲乜嘢消息。李氏將九江嘅事講完，將陳亞福嘅絕筆擺喺櫃台上面。盧掌櫃睇完之後，成個人呆咗一陣。興記錢莊。盧掌櫃喃喃自語，手指敲住櫃台面。我聽過呢間錢莊，老闆姓譚，叫譚百年。西關數一數二嘅富戶，做米糧生意起家，後來開錢莊，開當鋪，成條寶華街有1/3嘅鋪頭係佢嘅。李氏問譚百年同黃世榮有冇來往？盧掌櫃思索一陣，黃世榮做嘅係雜貨批發，同米糧生意有時會有交集，但具體有冇來往，我就唔清楚了。不過佢頓一頓，我記得黃世榮沉船之前1個月，曾經同譚百年食過一次飯，係喺西關嘅德裕樓，有人見佢哋兩個一齊。李氏將呢個信息記喺心入面。佢問盧掌櫃借咗一身衫，換成省城婦人嘅打扮，然後行出鋪頭，沿住寶華街一路行。寶華街係西關最旺嘅街道之一，兩旁嘅鋪頭一間接一間，賣布嘅、賣金飾嘅、賣藥材嘅，人聲鼎沸。
李氏行到街尾，見到一間錢莊，門口掛住黑漆招牌，上面寫住興記錢莊4個金漆大字。佢企喺錢莊對面嘅騎樓下面，望住間鋪，鋪面闊落，入面有幾個伙計喺度打算盤，顧客來來往往，睇落同普通錢莊冇乜分別。但李氏仔細望，見到鋪面側邊有一道小門，門上面冇招牌，但門框嘅木料比正門仲要靚，似係俾特別嘅人出入嘅。佢企咗一陣，冇行入去。一個女人單獨入錢莊打聽，太惹眼。佢轉身行返盧記，盧掌櫃幫佢打聽咗一個消息，聽日係農曆7月14，西關各大商戶都會喺自己鋪頭門口燒衣祭爐。譚伯年每年都會喺興記錢莊門口做大祭，到時佢一定會親身出現。李氏決定聽日去等。當晚佢留喺盧記嘅內堂過夜，盧掌櫃嘅老伴煮咗碗麵俾佢食，佢多謝過之後，坐喺內堂嘅木椅上面，對住油燈發呆。藤及就擺喺腳邊，入面有賬簿、信、木盒同埋3隻木屐，3隻，祠堂1隻，省城橫巷1隻，九江碼頭1隻，每一隻都帶住黃世榮嘅信息，一步一步將佢帶到呢度。佢打開藤及，將3隻木屐排喺台面，祠堂嗰隻最大，漆面剝落最多，省城嗰隻鞋底磨得最薄，九江嗰隻最完整，鞋底嘅譚記2個字刻得最清楚。佢將3隻木屐並排放好，忽然發現一個細節，3隻木屐嘅鞋面內側都有同一道劃痕，似係用刀仔刻嘅一個符號，細細嘅，似一個水字嘅偏旁，同陳記賬簿最後一頁被撕走嗰截紙巾上面嘅筆畫一模一樣。李氏心入面一震，呢個符號係乜嘢意思？水、江、譚，定係一個明嘅偏旁？佢將3隻木屐收好，吹熄油燈，但成晚都合唔埋眼，腦入面一直出現嗰個符號，似一個謎面，等緊佢解開。第2日下晝，李氏換好衫，提早去到興記錢莊對面嘅茶樓，揀咗2樓臨窗嘅位坐低，叫咗壺普洱，從窗口望落去，可以清楚睇到錢莊門口嘅情況。下晝3點左右，錢莊伙計開始喺門口擺祭品，三生、果品、香燭、金銀衣紙，擺滿成條騎樓底，街坊圍埋睇熱鬧，但冇人敢行近。4點，一頂藍呢大轎由街尾抬到嚟，轎旁跟住幾個穿長衫嘅伙計，轎停低，轎簾掀開，一個着黑綢衫嘅中年男人行出嚟，佢身材中等，面圓額闊，下巴留住一撮短鬚，眼神精悍，一睇就知係生意人。佢行到祭壇前面，接過伙計遞上嘅香，向住街口拜咗3拜，然後將香插落香爐。李氏喺茶樓上面望住佢，心入面將譚伯年呢個名同呢個人嘅樣對埋。佢望住譚伯年拜祭嘅時候，見到一個細節，譚伯年插香嗰陣，佢嘅左手食指同中指纏住一條紅繩，條紅繩好幼，纏咗2圈，打咗一個結。呢個結嘅樣式，李氏認得，黃世榮畫像入面，佢隻手都有條紅繩，纏嘅係同一種結法。李氏嘅心跳漏咗一拍，佢企起身，落咗茶樓，混入圍觀嘅人群入面。譚伯年拜完祭之後，準備上轎離開，李氏擠到人群前面，離譚伯年唔夠3尺。佢望住譚伯年隻手，確定嗰條紅繩同黃世榮畫像入面嘅一模一樣。譚老爺，李氏忽然出聲。譚伯年擰轉頭望住李氏，佢嘅眼神好銳利，一掃就將李氏由頭睇到落腳。佢冇出聲，等李氏講落去。我係黃家村嚟嘅。李氏嘅聲好平靜，我丈夫叫黃世榮。譚伯年嘅面色冇變，但佢嘅眼神閃過一絲波動，好快就恢復正常。佢擺咗擺手，身邊嘅伙計散開，將圍觀嘅人隔開。譚伯年行近一步，低聲問：你嚟揾我，為乜嘢？李氏從衫袋入面攞出嗰封陳亞福嘅絕筆，遞俾譚伯年。譚伯年接過，睇咗一陣，然後將信接好，收咗入衫袋。佢望住李氏，面色仍然平靜，但佢嘅左手微微握緊，指節發白。上轎。譚伯年嘅聲好低，有嘢上嚟講。李氏猶豫咗一瞬間，然後行上轎，轎簾放低，轎身被抬起。李氏同譚伯年面對面坐喺轎入面，轎子好穩，行得好快，兩旁嘅街景從轎簾嘅縫隙快速掠過。譚伯年望住李氏，沉默咗好耐，先開口：你知唔知？你丈夫死之前嗰晚嚟過揾我。李氏嘅心好似被人揸住，佢搖搖頭。譚伯年繼續講：佢嚟我錢莊，話嗰批銀有問題，我同佢講，銀係從陳亞福手上出嘅，有問題應該揾陳亞福。佢冇出聲，坐咗一陣就走咗。
第二日就傳出佢沉船嘅消息。李氏嘅星喺震，嗰批銀係唔係你嘅？譚百年望住佢，眼神入面有一種睇唔透嘅嘢。佢冇答呢個問題，反而講咗第二句：你知唔知你丈夫同陳亞福之間除咗錢仲有乜嘢？李氏搖頭，譚百年嘅聲壓到好低。佢哋係結拜兄弟，歃血為盟嗰種。你丈夫手上嘅紅繩就係結拜嗰日綁嘅，陳亞福手上都有一條。轎子繼續行，李氏嘅腦入面一片混亂。結拜兄弟，陳亞福同黃世榮原來唔單止係同鄉朋友，仲係結拜兄弟。難怪黃世榮肯幫佢擔保，肯借錢俾佢。但係如果佢哋係結拜兄弟，點解陳亞福會害死黃世榮？譚百年似乎睇穿佢嘅心思，補多一句：你以為陳亞福真係想害佢？轎子停低，轎簾掀開，外面係一間大宅嘅門口。譚百年率先落轎，轉過身，向李氏伸出佢嘅左手，纏住紅繩嘅食指同中指喺日光之下紅得似血。入嚟坐低慢慢講。佢話李氏望住佢隻手，望住嗰條紅繩，心入面浮起一個念頭：呢條繩同黃世榮嗰條係同一日綁嘅，歃血為盟嗰日究竟發生過乜嘢事？李氏跟住譚百年行入大宅，宅子好大，穿過一道石門檻，入面係一個闊落嘅天井，天井中央種住一棵老龍眼樹，樹蔭罩住半個庭院。譚百年帶佢行入正廳，廳入面擺住酸枝家私，牆上掛住幾幅字畫，睇落一派富貴氣象。但李氏留意到廳入面嘅香爐插住3炷香，煙上升，似啱啱點着冇幾耐。譚百年請李氏坐低，伙計斟咗茶，然後閂埋廳門退出去。廳入面得返佢哋2個人，正到聽到龍眼樹葉喺風入面嘅沙沙聲。你知唔知你丈夫同陳亞福係幾時結拜嘅？譚百年坐喺太師椅上面，將左手擺喺膝頭，紅繩喺暗光入面特別顯眼。李氏搖頭，佢嫁入黃家之後，黃世榮從來冇同佢提過結拜兄弟嘅事。民國15年，譚百年講，嗰年陳亞福啱啱嚟省城開鋪，黃世榮幫佢揀鋪位、揾伙計、拉客源，2個人日見夜見，好快就上契。結拜嗰日喺德裕樓擺咗一圍，請咗幾個相熟嘅朋友做見證，我都在場。李氏嘅手揸住杯茶，杯入面嘅茶水微微蕩漾。譚百年繼續講，結拜嗰陣，佢哋2個各執一條紅繩，歃血為盟，一人一條，話從此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嗰陣時，邊個都估唔到。2年之後，佢停咗一停，眼神沉落去。2年之後點樣？李氏追問。譚百年望住佢，眼神入面有一種好複雜嘅嘢。2年之後，陳亞福欠落成身債，佢問黃世榮借錢，黃世榮二話不說就幫佢擔保，但嗰筆錢陳亞福攞咗去邊？你知唔知？李氏搖頭，佢攞咗去還債，還俾另一班人，班人係珠江口嘅私梟，專做走私生意。陳亞福之前同佢哋有來往，買賣嘅係假銀。李氏嘅心一沉，假銀？陳亞福唔單止係擔保人，佢本身就同假銀有關係。譚百年企起身，行到廳側邊嘅一個書櫃前面，打開櫃門，攞出一本簿，簿面係藍色嘅，邊角磨到發白。佢將簿遞俾李氏，呢本係陳亞福當年留低嘅數簿，佢消失之後，有人將呢本簿交俾我，我一直收埋，因為入面嘅嘢唔見得光。李氏翻開簿，入面嘅字跡同陳記賬簿一模一樣，但呢本簿記錄嘅唔係雜貨生意，而係一筆一筆嘅銀元出入數，每一筆都標明來源同去向，來源多數係珠江口，去向多數係西關商戶。李氏逐頁睇到民國17年8月嗰幾頁，見到一行字：9月黃世榮300銀元，其中有假銀150元。佢嘅手指停喺嗰行字上面。陳亞福知道，佢知道嗰批銀有假，但佢仍然將假銀運入去，交俾黃世榮。點解？佢抬起頭望住譚百年，譚百年坐反低，嘆咗口氣。你丈夫嗰日嚟揾我，就係因為佢發現咗批銀有問題。佢話俾我聽，陳亞福俾佢嗰批銀一半係假嘅。佢問我呢批假銀嘅來源，我知唔知？你點答佢？我話俾佢聽，假銀嘅源頭係珠江口嘅私梟，但陳亞福同私梟之間嘅事，我唔清楚。佢聽完之後冇再問，但佢臨走之前講咗一句話。譚百年頓一頓，佢話亞福係我兄弟，佢唔會害我。李氏嘅眼眶一熱，黃世榮到死都信陳亞福，但陳亞福
最終都係害死咗佢。之後呢，李氏嘅聲啞咗。之後，你丈夫就尋咗痰。再之後，陳亞福嘅衫喺珠江邊被發現，人失蹤。再之後，譚伯年望住李氏，有人話喺白鵝潭邊見過你丈夫嘅影。你守靈8年，等嘅就係呢一日。李氏將數簿合埋，但佢冇還俾譚伯年。佢揸住本簿，問咗最後一個問題：譚老爺，你手上條紅繩點解仲未除？譚伯年望住自己嘅左手，沉默咗好耐。佢嘅手指摩挲住嗰條紅繩，似一個習慣咗嘅動作，做咗好多年。因為我同佢哋都係結拜兄弟。譚伯年嘅聲好低。嗰日得預留擺嘅唔止一圍，仲有一圍喺內廳。我同佢哋3個一齊歃血為盟。黃世榮、陳亞福、我同埋另外一個人。李氏嘅呼吸窒咗一窒。另外一個人邊個？譚伯年望住佢，眼神入面有一種似笑非笑嘅嘢。嗰個人就係將陳亞福嘅衫放喺珠江邊嘅人，亦都係將你丈夫嘅屍骨沉喺白鵝潭底嘅人。廳入面嘅香爐煙突然歪咗一下，似有風穿過山實嘅門縫。李氏全身嘅血好似喺一瞬間凍結，佢揸住數簿嘅手指發白，全身嘅力氣都集中喺一個問題上面。佢叫乜嘢名？譚伯年冇出聲，佢企起身，行到廳門前面，拉開門，天井嘅光線湧入，將佢嘅身影拉得好長。佢側過頭望住李氏，聲線平靜到似喺講緊今日天氣。佢嘅名寫喺你祠堂暗格入面嗰封信嘅最尾，嗰個被水漬印開嘅地方。李氏嘅腦入面轟一聲，信，祠堂暗格嗰封信，最尾一行被水漬印開嘅名。佢一直以為印開嘅係一個陳字，但原來唔係，印開嘅係另一個名，一個連陳亞福絕筆都唔敢寫出嚟嘅名，一個將黃世榮沉落白鵝潭，將陳亞福嘅衫放喺珠江邊，然後繼續做佢嘅西關大商戶嘅人。佢望住譚伯年，望住佢手上嗰條紅繩，忽然明白咗一樣嘢。譚伯年今日肯見佢，肯同佢講呢啲，唔係因為良心發現，係因為嗰個人就快返嚟，而譚伯年亦都等咗好耐。天井外面，龍眼樹嘅樹葉被風吹到哇哇作響，似有嘢喺樹頂上面望住廳入面。李氏將數簿放入藤匣，企起身，向譚伯年點咗下頭，多謝譚老爺。佢講。譚伯年望住佢，眼神入面有一種複雜嘅嘢。你唔問我，點解唔早啲同你講？李氏搖頭，你等嘅唔係我，你等嘅係佢。譚伯年嘅嘴角微微一動，似笑，但笑意冇到眼。佢點咗下頭，冇再出聲。李氏行出正廳，經過天井嗰陣，龍眼樹嘅樹葉又響咗一陣。佢抬起頭，見到樹枝之間纏住一條紅色嘅布條，被風吹到飄飄揚揚，紅色嘅，同譚伯年手上嗰條一模一樣。佢行出大宅，企喺西關嘅街上面，望住手入面嗰本藍色嘅數簿，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：返黃家村，返祠堂。打開暗格，睇清楚封信最尾嗰個名。李氏離開譚伯年大宅嗰陣，天色已經開始轉暗。西關嘅街巷入面，7月14嘅祭品仲未收，騎樓底下一堆一堆嘅衣紙灰燼被風吹到四散，空氣入面係燒過嘅香燭同金銀衣紙嘅氣味，混住街角渠口嘅濕氣，吸落喉嚨有陣苦澀。佢冇再返盧記，直接去咗碼頭。好彩仲有最後一班去白鵝潭方向嘅船。船家見佢一個女人急急腳趕到，話佢知呢班船唔到黃家村，只到對岸嘅墟市。李氏話到墟市就得，上咗船。船開出之後，珠江嘅夜色漸漸籠罩落嚟，江面嘅風比日頭大，吹到船篷嘅布簾啪啪作響。李氏坐喺船艙入面，抱住藤匣，望住窗外黑沉沉嘅江面，腦入面不斷重複譚伯年講嘅最後幾句話。佢嘅名寫喺你祠堂暗格入面嗰封信嘅最尾。封信佢睇過2次，第一次係黃伯公開暗格攞鐵盒嗰晚，佢睇到信入面寫黃世榮挪用公款，欠債，被追債。第二次係琴日，佢喺偏房再睇一次，嗰陣時佢嘅注意力放喺陳字上面，以為印開嘅係陳亞福個名，但而家諗返，封信最尾嗰行字跡雖然模糊，但依稀見到嘅筆畫，確實唔似陳字嘅結構。船到墟市嗰陣，已經戌時過半，墟市嘅鋪頭閂得七七八八，正反一間麵檔仲開住，燈籠嘅光黃黃嘅，照住幾個食宵夜嘅苦力。李氏落咗船，冇停，直接沿住白鵝潭邊嘅小路行返黃家村。呢條路佢行咗8年，閉上眼都識行，但今晚條路特別靜，靜到只聽到自己嘅腳步聲同潭水拍岸嘅聲。
白鵝潭嘅水面喺夜色之下黑到似一塊磨過嘅石，冇月光，冇星，得遠處虛視嘅燈火喺水面拖出一條長長嘅光痕，似一道割開黑色嘅傷口。李氏行到黃家村口嗰陣，村入面嘅狗冇叫，平時佢返村，狗一定會吠，但今晚成條村靜到似瞓死咗。佢經過幾間屋，見到窗戶入面嘅燈都熄晒，連平時最夜瞓嘅黃二嬸間屋都黑濛濛，祠堂嘅大門虛掩，門環上面嘅銅綠喺暗處泛住一層幽光，似一隻半開嘅眼。李氏推開門，祠堂入面嘅長明燈竟然着住，佢走嗰陣明明熄咗，但而家燈火一跳一跳，將牆上黃世榮嘅畫像照得忽明忽暗。畫像入面嘅後生仔，嘴角仍然帶笑，但燈火搖晃之間，佢嘅眼神似跟住李氏嘅身影移動。李氏行到偏房，用黃伯公之前俾佢嘅鎖匙開門，房入面嘅霉味比之前更濃，似有嘢喺暗處腐爛。佢行到木架前面，挪開族譜，露出牆上嘅暗格，暗格入面空蕩蕩，鐵盒已經被黃伯公攞走，但暗格底部嘅指示仲喺度。李氏伸手入暗格，摸遍每一個角落，喺暗格最入面嘅縫隙入面，摸到一張折埋嘅紙條，紙條好薄，折成細細一方，塞喺暗格同牆壁之間嘅縫隙入面，之前完全冇被發現。李氏小心翼翼地將紙條抽出嚟，攤開，紙條上面嘅字跡同封信一模一樣，但呢張紙條嘅字好細，細到似用針尖寫嘅。佢將紙條對住從偏房細窗透入嘅微光，逐字睇。世榮若有不測，此人為首戶，其人姓梁，名子期，西關米商，興記錢莊合夥人。第二掌握其假銀來源證據，但恐遭不測，先將證據藏於後面嘅字俾人撕走咗，剩低一個白字嘅上半截。李氏嘅手開始抖。梁子期呢個名從來冇出現過。譚伯年話結拜有4個人，黃世榮、陳亞福、譚伯年同埋另一個人就係梁子期，西關米商，興記錢莊合夥人。佢將紙條收好，又伸手入暗格再摸一次。今次佢喺暗格嘅底部摸到一塊鬆動嘅磚，佢將磚抽出嚟，磚後面有一個細細嘅空間，入面放住一隻油紙包，油紙包得好密實，用麻繩紮住，繩頭打咗一個結。李氏拆開麻繩，打開油紙，入面係一沓紙，最上面嗰張係一張當票，當票上面寫住民國17年9月15，西關興記錢莊，抵押物為白鵝潭邊地契一幅，銀150元，下面嘅簽名係梁子期。李氏將當票放埋一邊，睇下面嗰張，第二張係一封信，寫俾黃世榮嘅，字跡係陳亞福嘅。世榮兄，梁子期以興記錢莊之名，用假銀換取真銀，數額巨大。第二查實其假銀來源為珠江口私梟，渠與私梟勾結多年，興支300銀元貨款。梁子期早已暗中替換一半為假銀，弟須已還款，但還嘅係梁子期交俾我嘅假銀，興此去務必小心。梁子期已知弟在查佢。李氏睇完封信，成個人企喺原地，動都動唔到。梁子期，所有嘢嘅源頭都係梁子期，假銀係佢嘅，錢莊係佢嘅，將假銀運入黃世榮貨款嘅人係佢，被陳亞福查出之後派人滅口嘅人亦都係佢。佢將所有紙張收好，行出偏房。祠堂正廳嘅長明燈忽然跳咗一下，火舌拉長，變成一條細細嘅線，然後又恢復原狀。李氏行到公桌前，望住黃世榮嘅畫像，燈火之下，畫像入面嘅後生仔嘴角嘅笑意似乎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沉重嘅神情，似有嘢終於被講出嚟之後嘅解脫。李氏對住畫像輕聲講：我知佢係邊個啦，你放心。祠堂外面，白鵝潭嘅水面忽然泛起一陣浪，冇風，浪從潭中心向四面散開，一圈一圈，似有嘢喺潭底翻身。浪拍喺石駁岸上面，發出嘭一聲悶響，然後又恢復平靜。李氏將油紙包放入藤笆，轉身行出祠堂，經過門口嗰對石鼓嗰陣，佢又見到嗰啲暗紅色嘅痕跡。今次痕跡比之前更深，似有血從石頭入面滲出嚟。佢蹲低身，用手指輕輕碰咗一下，凍嘅但濕潤，似啱啱先滲出嚟。佢企起身，望住村口方向嘅夜色。西關，梁子期，佢知道呢個人仲喺度，仲做緊佢嘅米糧生意，仲開緊佢嘅錢莊，而佢手上嘅證據已經足夠將呢個人嘅面目揭開。但佢亦都知道，呢個人當年可以將黃世榮尋落白鵝潭，將陳亞福嘅衫放喺珠江邊，今日就可以對佢做同一樣嘢。佢企喺祠堂門口，
望住白鵝潭黑沉沉嘅水面，心入面計量緊下一步。忽然之間，池塘入面嘅長明燈熄咗，成間池塘陷入黑暗，得返天井透入嘅些微天光。李氏擰轉頭，喺黑暗之中，佢隱約見到公桌側邊放住一樣嘢，佢行入去，摸到嗰樣嘢，一隻木屐。第四隻，佢將木屐執起，摸到鞋底有黑字，今次嘅字同之前三隻都唔同。佢用手指順住黑痕摸過去，一個字一個字摸清楚，黑嘅係三個字，梁子琪。李氏將第四隻木屐放入藤笆，同之前三隻擺埋一齊，四隻木屐，四個信息：祠堂、省城、九江、西關。黃世榮嘅鬼魂用4年時間，一步一步將真相擺喺佢面前。而家最後一個名已經揭開，最後一步路要佢自己行。佢閂好祠堂大門，行返自己間屋，推開門嗰陣，佢聞到一陣熟悉嘅氣味，潮濕嘅，帶住河涌底泥腥味嘅氣味。佢冇點燈，企喺黑暗入面，輕聲講咗一句：你嘅債還清啦，你走啦。空氣入面嘅濕氣慢慢散去，似有嘢終於放低咗心入面嘅重擔，無聲無息咁離開。李氏關上門，喺黑暗入面坐低，抱住藤笆，等到天光。天光之後，李氏將所有證據整理好：陳記嘅賬簿、陳亞福嘅絕不同信、譚百年俾嘅藍色掃簿、暗格入面嘅油紙包，同埋嗰4隻木屐。佢將木屐用塊布包好，放入藤笆底層，其他紙張用油紙再包多一層，塞喺藤笆嘅夾層入面。佢梳好髻，換上一件乾淨嘅藍布衫，將銀簪插好。鏡入面嘅女人面色蒼白，眼肚發黑，但眼神比之前任何一日都要定。佢行出屋，經過祠堂門口嗰陣，長明燈已經重新着返，火舌喺晨光入面跳動，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穩定。黃伯公企喺祠堂門口，佢今日着得比平日齊整，黑綢衫燙到冇一條摺，手揸竹竿拐杖，似一早等緊佢。你要去邊？黃伯公問，但佢嘅語氣唔係問，係確認。去省城揾梁子琪。李氏答。黃伯公點咗下頭，冇阻止，亦冇勸。佢從衫袋入面攞出一封信，遞俾李氏。呢封信你帶住，如果遇到咩事，去省城嘅同福里揾一個叫陳師爺嘅人，佢係我舊時嘅同僚，做過衙門嘅師爺，識得點樣將呢啲證據遞上去。李氏接過信，放入衫袋。你一個人去，要小心。黃伯公嘅聲好沉。梁子琪喺西關嘅勢力大過你想象，佢唔單止有錢莊、米鋪，仲同官府嘅人有來往。你手上嘅證據雖然夠，但若果未遞到官府之前就被佢截住。佢冇講落去，但李氏明，我會小心。李氏答。佢轉身行向白鵝潭，張七叔嘅渡船已經泊喺岸邊。佢見李氏行過嚟，冇問多，只係將船撐離岸。船行到潭中心嗰陣，李氏望住水面。今日嘅白鵝潭比之前任何一日都要平靜，水色清咗好多，隱約見到潭底嘅泥沙同水草。佢望住嗰啲水草，隱約覺得有一樣嘢沉喺潭底，反住微弱嘅光，似一面銅鏡，又似一塊銀元。佢冇再望，將視線移開。到咗墟市之後，李氏轉咗2程船，響午之前到咗省城。今日嘅省城同之前一樣熱鬧，但李氏嘅心情完全唔同。佢之前嚟省城係一個無助嘅外鄉婦人，四圍打聽，步步為營。但今次佢手上有證據，有目標，有黃伯公嘅信。佢直接去咗同福里。同福里係一條窄巷，兩旁嘅民居都係青磚大屋，門口有石階，睇落似係讀書人住嘅地方。李氏揾到陳師爺嘅屋，門虛掩，佢推門入去，一個着長衫嘅老人家坐喺廳入面食煙，見有生人入嚟，抬起頭望住佢。李氏將黃伯公封信遞過去，陳師爺接過，睇完之後將信接好，放低煙槍，望住李氏。黃伯公嘅人。李氏點頭，將藤笆入面嘅證據逐樣攞出嚟擺喺台面。陳師爺逐件睇，睇得好仔細，每一封信，每一本賬簿，每一張當票，佢都翻到最尾。睇完之後又倒反轉頭睇多次，全部睇完之後，佢坐低，拈熄煙槍，望住李氏。呢批證據足夠告到梁子琪坐監。陳師爺嘅聲好平，但你要諗清楚，一遞上去就冇得翻轉頭。梁子琪唔會坐以待斃，我諗清楚咗。李氏答。陳師爺點咗下頭，企起身，行入內房。過咗一陣，攞出一隻木盒，將所有證據放入盒入面，鎖好。佢將木盒交俾李氏。聽日卯時，你去提督衙門門口等。
我會搵人接應你。將木盒遞入去，記住遞之前唔好俾任何人睇到隻盒。李氏接過木盒，放入藤盒，佢向陳師爺道謝，行出同福里。巷口嘅日光曬到佢差啲睜唔開眼，佢企喺巷口望住街上來來往往嘅人，心入面嘅石頭終於放低咗一半，但另一半仲懸住。佢揾咗間小茶館坐低，叫咗壺茶。茶館入面人唔多，得幾個老人家喺度傾閒偈。李氏坐喺角落，一邊飲茶，一邊望住門口。忽然之間，佢見到一個着灰衫嘅男人行過茶館門口，停低腳步，望咗入嚟。嗰男人嘅眼神掃過茶館入面每一個人，然後繼續行。李氏嘅心一沉，佢認得嗰種眼神，係跟蹤嘅人。梁子琪嘅人已經知佢嚟咗省城，佢若無其事咁繼續飲茶，等咗一陣，然後起身離開茶館，沿住街行。佢行得好自然，似一個普通婦人出街買嘢，但佢嘅眼角一直留意身後。行咗2條街之後，佢確定有人跟住佢，一個着黑衫嘅男人，唔近唔遠，一路保持住10步左右嘅距離。李氏加快腳步，轉入一條橫巷，然後又轉入另一條。佢對西關嘅街巷其實唔熟，但佢記住陳師爺講過嘅話，如果俾人跟，就去德裕樓。德裕樓係西關最旺嘅酒樓，人來人往，最容易甩人。佢行到德裕樓，直接行入去，上2樓，2樓坐滿食客。佢喺人群中穿插，行到後樓梯，落返1樓，從側門出咗街。出到街嗰陣，身後已經見唔到嗰個黑衫男人，但佢唔敢停，繼續行。行到一條靜僻嘅巷仔入面，企喺牆角喘氣。藤笈入面嘅木盒好重，似裝住成個黃家村嘅命運。佢揸緊藤笈嘅帶，心入面清楚，聽日卯時之前，佢絕對唔可以俾梁子琪嘅人截到。佢企喺巷仔入面，望住頭頂一線天，日光透過兩旁屋檐之間嘅空隙照落嚟，照住佢髻上嘅銀簪，閃出一點細細嘅光。佢摸住藤笈，輕聲講咗一句：世榮，你幫我守到呢度就得，聽日我自己嚟。巷仔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，由遠而近。李氏屏住呼吸，將身體貼住牆角，腳步聲行到巷口，停低，然後一把聲響起，係一個男人嘅聲，低沉，帶住些少沙啞。黃家村嘅李姑娘。李氏冇出聲，嗰把聲繼續講：我係譚老爺派嚟嘅，佢知你今日到省城，叫你小心。梁子琪已經知道你手上嘅嘢，佢派人喺碼頭、西關各條街口守緊。今晚你唔好住客棧，跟我去一個地方。李氏猶豫咗一陣，譚百年，佢信得過譚百年幾多？譚百年同梁子琪係結拜兄弟，雖然佢之前肯講真相，但呢個時候會唔會調轉槍頭？佢企喺牆角，腦入面快速轉動。巷口嘅男人等咗一陣，又講：譚老爺話，如果你唔信，睇下呢樣嘢。佢由巷口遞入一樣細細嘅嘢，一條紅繩，纏住一隻銀戒指。戒指上面刻住一個黃字。李氏嘅呼吸窒咗一窒，呢隻戒指係黃世榮生前成日戴嘅。佢沉船之後，戒指同人一齊消失，而家出現喺度，只能夠係譚百年一直收埋。佢行出牆角，接過戒指，揸實帶路。佢講，男人點咗下頭，轉身行出巷仔。李氏跟住佢，穿過幾條街，最後喺一間不起眼嘅民居前面停低。男人推開門，入面係一個細細嘅庭院。庭院入面有張石台，台面擺住一壺茶。譚百年坐喺石台側邊，見李氏入嚟，企起身：你手上嘅證據，聽日要遞去邊？譚百年直接問。李氏望住佢，冇答。譚百年嘆咗口氣：你放心，我唔會害你。我同梁子琪嘅嘢，遲早都要清算。你手上嘅證據，就係清算嘅機會。佢從衫袋入面攞出一張紙，遞俾李氏。呢個係梁子琪聽日嘅行蹤，佢聽日卯時會去提督衙門，佢同衙門嘅人有約，你如果同一時間喺衙門門口出現，就會撞到佢。李氏接過張紙，上面寫住一個地址同時間，佢望住譚百年，問咗最後一個問題：你點解要幫我？譚百年望住自己手上嘅紅繩，沉默咗一陣，因為我欠世榮一個交代。佢講，結拜嗰日講過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佢死咗8年。我乜都做唔到，而家總算可以造反一次。佢將紅繩從手指上面褪落嚟，放喺石台上面，繩已經褪色，但前結嘅位置仍然清楚見到一個細細嘅結。你今晚就住喺度，譚百年講，聽日卯時，我派人送你到衙門口，
李氏點咗下頭，將藤及放喺石台側邊，坐低。庭院入面好靜，聽唔到街外嘅聲。佢望住台面嗰條紅繩，望住自己手上嘅銀戒指，心入面嘅懸念終於慢慢落定。聽日一切就會有個了斷。卯時3刻，提督衙門口，李氏將藤及入面嘅木盒交俾陳師爺安排嘅接應人。接應人係個穿短衫嘅後生，接過木盒之後，一閃身就入咗衙門側門。李氏企喺街角，望住側門閂埋，心入面嘅重擔終於放低。他轉身正想離開，忽然見到街對面企住一個人。個男人50歲上下，身材高瘦，着住一件灰藍色長衫，面色蠟黃，眼窩深陷，似病咗好耐，但佢嘅眼神好亮，亮到似兩粒火炭。佢望住李氏，嘴角微微向上彎，露出的笑意帶住一種讓人背脊發涼的鬆容。黃家村嘅李姑娘，佢嘅聲好輕，輕到似耳語。我姓梁。李氏嘅背脊一僵。梁子琪，佢冇去衙門，佢喺度等佢。你手上嘅證據已經入咗衙門。梁子琪繼續講，語氣平到似講緊今日天氣。但你知唔知衙門入面收證據嗰個人同我食過10幾年飯？李氏嘅血好似一瞬間凍結。佢望住梁子琪，望住佢嘴角嘅笑，心入面升起一股寒意。但梁子琪嘅笑容喺下一刻凝固咗。衙門側門再次打開，後生仔行出嚟，身後跟住2個穿官服嘅人。2個官差行到梁子琪面前，企定。梁子琪，有人告你偽造銀元，謀財害命，跟我哋返衙門。為首嘅官差聲線平直，但眼神硬過鐵。梁子琪嘅面色一變，望住李氏，又望住官差，佢嘅嘴唇喺抖，但講唔出話。後生仔行到李氏身邊，遞返隻木盒俾佢，低聲講咗一句：陳師爺話證據已經交到巡撫大人手上，巡撫大人同梁子琪冇來往。梁子琪終於明白發生咗咩事，佢望住李氏，望住佢手中嗰隻木盒，面上嘅血色褪盡。2個官差一左一右夾住佢，將佢帶入衙門。經過李氏身邊嗰陣，梁子琪停低腳步，側過頭望住佢，講咗一句：你丈夫死之前嗰晚，佢嚟搵我，佢話佢知我係邊個，佢仲話佢唔怪我。李氏嘅心跳漏咗一拍。佢話結拜嗰日講過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梁子琪嘅聲啞晒，佢死之前冇怪過任何人。官差將梁子琪拉入衙門，大門喺佢身後閂埋。李氏企喺街角，手中揸住隻木盒，陽光曬落嚟，將佢嘅影拉得好長。佢低下頭，望住手中嗰隻銀戒指，戒指上面嘅黃字喺日光底下閃閃發亮。佢將戒指套入手指，尺寸啱啱好。祠堂入面嘅長明燈從此再冇熄過，但黃家村嘅人話嗰盞燈嘅火舌比以前柔和咗好多，似有人終於可以安心合埋眼。白鵝潭嘅水亦都清反晒。